除了统战活动，中国渔船嘛不时咧走过界，甲咱搅扰。美国智库新报告指出讲，去年中共的利剑演习有200多只船是改名，假作是渔船暗砍行踪。也若是菲律宾是建议咱着爱主动公开中国的侵扰行动，安尼咱的国民才会共心，嘛会当争取国际支持。中国渔船最近几年定国界侵入台海。海巡展现强烈执法公报护理，对中共操作渔船进行无清楚地带侵扰，或甲解读是海上民兵行动。美国智库 CSIS 发布上新报告，分析去年伫台海西口位的12000只船，比对共军联合来讲 ABN 是发现有209只船，会关着 AIS 信号，甚至换船名，调降稳重身份甲行踪。不管是今夏的之前的那个禁限制水域，或者说他在南海向菲律宾所挑战的部分其实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将这些所谓敏感区域，将这些区域据为己有那形成所谓的刚刚讲的内海化。报告是讲，中共将大量改造普通渔船的船只作为海上力量的延伸，伫台海执行监视、塑料甲宣示主权。针对安全反制，报告建议美国爱甲朋友分享污名大船只。另外，菲律宾同款受到中共的侵扰，海华防卫队发言人泰瑞耶拉建议台湾比照美国推动突破行动，主动公开中共的飞弹行为，借此凝聚国内共识，也会当争取国际支持。因为这些渔船的 AIS 系统是主动式发散，那另外一边则是被动接收，它关闭之后就没有讯号了。那如果用雷达的话，就可以主动捕捉这些渔船的动态，就是以揭露资讯透明化的方法来提高国民的警觉。学者认为，台湾爱加强甲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合作，也爱强化对台政策，掌握科技专家动态。另外，中共扰台无停，国防部2号发布正式高架次强机飞过海峡中线，正伫北部甲西南空隙，结合强南4架礁台，国军严密应变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